画红插白、乌白乱做的涂鸦艺术，过去常常因为展现的方式甲创作的地点，互认为是破坏市容，甚至是违法的行为。随着时代变迁，甲合法涂鸦区的普及，有愈来愈多街头的涂鸦艺术家互发现。今仔日，咱要来介绍一位投入到涂鸦艺术20年的创作者DB，伊要甲咱来分享到涂鸦文化这几年来是安怎来反转形象。同款互看作是次文化的文心赤字，过去嘛总是互看无目的。即摆文心赤字嘛将做真侪人记录着生命故事的方式。曾经伫国际比赛摕到金牌的赤字的艺术家 Chris， 要带咱来了解到赤字文化的转变。我喜欢做这件事情，我不是为了要破坏这个文化，可以跳脱体制去做出艺术行为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它迷人的地方、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得到客人的故事，然后他得到我的图，且双方是被疗愈的。这是目前我觉得刺青里面我找到我觉得我喜欢的意义。它的魅力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画出什么东西来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一直让我觉得涂鸦最好玩的地方。大手一个下，简单色料将表面捏个深点点。伫咧视觉艺术创作者DB的手头，材料就亲像有灵魂，流动的线条、鲜明的色地，展现的是个人风格，嘛是年过过深的彩绘功夫。我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，对我完全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，对啊，就是一切都是从街头到街上画才开始有这些就是成绩。我接触涂鸦文化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了。那一开始会接触到是因为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去热舞社，然后开始接触到 hip hop， 对，那就知道说，有涂鸦这样的这种文化。那因为小时候我就喜欢画图，有学长就问我说，那你怎么不拿喷漆画图？对，然后我就好像可以，然后就开始，他们就带我去地下道开始画，然后开始画，然后就画到现在了。用创作讲故事记录就是 DB 画谱，这个画20年嘛可以红称作是台湾彩绘文化领导者。不过启明阶段 ，DB 的彩绘创作免不了带着反背因素。它一直都是违法的，对啊。那我觉得硬要把这个东西变非法，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子，对啊。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个文化，它就是因为可以跳脱体制，然后去做出一个艺术行为，对啊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它迷人的地方、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记录彩绘上早伫咧1960年代起家，纽约布隆克斯区是当时黑人青年逃亡无边防对待的重要管道，充满个人情绪的文字含图，嘛互认为是破坏记录景致，甚至是带来毁损。直到去合文化的兴，彩绘则渐渐变作是表达自我的艺术行为。台湾一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咧兴发电刻画。嘛是一直到尾期才开始互认同。以前看到涂鸦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可能会是去检举，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涂鸦，可能是会想要停下来拍照。其实翻转蛮多的，我觉得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创作者，他们画出来的东西，除了有基本的技术和风格之外，他们的东西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，算是一个文化的发展到现在，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地方，就大家已经把这个东西面向群众了。DB 讲，这是真侪创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一路以来，行在咧风头海涌的戏，特别感受到。我喜欢做这件事情，我不是为了要破坏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精进自己的技术，对，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创作呈现给大家看，对啊。那我觉得在做这件事
的行为上，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在翻转大家对于破坏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它算不算主流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它一直是我的主流。对它，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地下在玩，对啊。但是我的生活，我每天就是在看这些东西。记录起家会当是文字，嘛会当是影像，策文化走向主流，和彩绘新的面貌。在纽约发生的那时候，我接触到那个单位的主办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聊，他说我要画的那一块是一个停车场，然后那个停车场以前就是很多毒贩非法的交易啊，或者都会在那个停车场，因为那边很暗。后来他就把那一面墙，然后弹下来做管理，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涂鸦，然后一直有人去，然后后来那边就开始打了灯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变亮了。对，然后那边的犯罪率就降低了。像其实西门町以前也是，以前的电影公园那边也是很多人去那边吸毒，很多游民。整个接下来做规划之后，变成说，越来越多创作者，越来越多活动跟涂鸦，那边的犯罪率也降低了。觉得这些都是，这个文化给这个社会带来实质的影响力。翻转黑暗街区，嘛翻转细节的眼光。DB 嘛，在这几年当中，为反背彩绘品，变作是各大企业知名品牌，甚至是公家机关邀请合作的艺术家。这大概是2003年大概9月完成的作品，主题是叫水起。对，那为什么会用水这个当主题？是因为我觉得球场它的变化性非常高，跟水一样，它有很多种形态，对，它一直在变化，对啊。那我想要用色块，然后用就是很多不规则的切面去呈现，就是篮球场的丰富、夕阳的渐层的颜色，还有早上那个天空大气的颜色。这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这2段时间是就是人家说的魔幻时刻。受到台北市府委托，DB 头一摆起地面的彩绘，用了1个月时间，将水起光影画作在地卡车。我是第一次画地板，就是有这样的平面创作，画在地面上跟画平面上给人的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会蛮喜欢人，就是观众。他沉浸在我作品里面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是在看大家打球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像是在我的世界里面。DB 所为世界，嘛伫咧全球各地留下卡车，作品下过北京、伦敦、纽约、夏威夷、加州中滩等国际城市。啊，来自台湾的美学，当透过无同款的形式，伫咧世界各地红快着。2019年，罗马国际车子展览，一个少年仔伫咧乌白大刀组和彩色的大刀组，分别摸回来一金一银的奖项。伊就是来自台湾的车子艺术家 Chris 牛开和。我最一开始2014、15年的时候，我去台北的刺青店上班，然后那时候跟我台北刺青店的老板去比赛，所以那时候跟他去澳洲雪梨、墨尔本，看一看之后就觉得哇，就是其实世界上很多刺青相关的活动，然后其实是很国际的。然后回来之后就会想说，我在台湾做，然后做的好像还可以，但是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程度，所以就会想，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挑战看看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外的舞台。好像16年还17年去荷兰，然后荷兰比完之后，就是蛮幸运的，也是有一些成绩回来，然后再继续做，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最后才19年我们选择去罗马。伫咧国际上展现才情，不过其实 Chris 伫咧台湾车子界深耕真久。我做刺青大概12年，快12年，21岁大3的时候吧，大学3年级的时候当学徒。应该说我画一张图传网络上，然后因缘际会被一个刺青师前辈看到，然后他那时候想收学徒，然后他就请我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兴趣。我是美工科设计群，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希望可以靠画图为生，所以最一开始可能想当设计师，任何觉得可以用画图赚钱的方法，
所以刺青有想过，只是当时真的会觉得你不知道怎么踏入，所以有这个机会就做，对，然后发现自己蛮喜欢的，所以就一路做到现在。自细汉就是要靠画图食青，今麦 Chris 真正圆芳。不过这个理想变做现实的过程，煞真无简单。我刚入行的时候，我说我还是学生嘛，有一个志愿是，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翻转这个大家对于刺青的负面印象。因为某方面来说，我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瞒着家人，就是我偷问，然后他们大发雷霆。我一开始真的很想要翻转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就觉得天哪，客观来看，这就是一件把色料注入到皮下的一个事情。然后你多了一个刺青，说真的，你不会有什么改变。那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负面？他们现在超 OK 的，他们现在超 OK。这讲也蛮有趣的哎，接受就是当你好像养得活自己，然后你做的好像也不错，然后这件事情，这可能也跟着有点像社会风气有点关系。家庭会反对到支持，代表车子现象渐渐的反转。客观来看，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那你要怎么挂钩到印象这件事情？因为你说反观历史，我们回到二战的时候，刺青它可以是一个爱国的象征。那当然，对我们亚洲国家来说，很多时候它会跟比较负面的东西连接在一起。过去的车子和帮派文化会互看作是有关系，卖互看无目的。基本印象歹推翻，即马车子是展现自我，更加侪是广告词。刺青可以有很多原因，你可以有很多理由，你可以为了好看，你可以为了纪念，你可以为了一段故事去做，所以它浪漫啊。你有各种方法可以去思考你要做什么图样在身上，那当然它就是一个不太可被磨灭的记号。嘛，因为车子无法度回到原来模样 ，Chris 对家己的作品拢提出上悬的标准。我当时就觉得刺青是一件超级神圣的事情。我说神圣，就是我刚入行前，就是在研究刺青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责任太大了吧？你要负责的是客人们的皮肤一辈子的责任。这几年都会碰到他们带了非常多照片，很厚一叠，然后我们可能光是在讨论的时候。就是客人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在最后这个过程，我会觉得我必须要把他要的东西超越他想象的呈现给他，对，所以我说这个是个神圣的事情。我们这一块现在这边是空的，所以把这一块拉出来，然后这个我有小改，它不会长这样，它后来的样子会比较细。对，你这个有点像菩萨，是不是？有一点就是那种藏传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常觉得刺青师其实对社会没有太多贡献啊，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超奢侈的事情，刺青是个超奢侈的动作，就是你要有余裕，然后你要有自己都是在一个好的状态下，基本上你才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情。当我们可以真的跟客人有互动，我得到客人的故事，然后他得到我的图，然后且双方是被疗愈的。这是目前我觉得刺青里面我找到我觉得我喜欢的意义。透过家己所画视写记录人的生命故事 ，Chris 讲，车子对家己来讲真新鲜个浪漫，对讲故事的人来讲，也是透过这一笔一画，有路亲自的描绘，找到知心。跟我当初想的不一样，因为我当初想的是想要找刺青师，结果找到一个艺术家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蛮妙的是说，他会画到一半会卡关，但是我觉得卡到最后，他给我的图却是我真的想要的。因为刺青它自由，你要说大家刻板印象可能是比较偏传统类的，但是现在大家小刺青非常多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意识流的都好。说真的，对我来讲，它现在已经偏主流了。什么是主流？跳出经济、艺术、技术真侪可能，文化流动和创作更加侪欣赏。透过无同款的视野，你咪当看到另外一种美学。